继续来看这个金管会到11月20日为止，针对理财专员偷用客户的资金，甲银行罚款6000万，其中玉山银行罚款上多2000万。专家来提醒大家哦，包括这个假金铺啊、印鉴、提款卡暗号，或者是签过名的空白的表单。不管你搁较安怎信任你的理财专员，这物件拢千万唔通交予理财专员来保管。今年7月，玉山银行有一位理财专家涉嫌偷用客户资金，金额有1亿4000万。金管会做出上新的裁决，重罚玉山银行2000万块。面对我们持续发生的理专挪用客户款项的事件。我想我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。金管会出手要抬价架高，因为理专偷领事件有够多。今年总共到目前为止，金管会已经对涉案的银行罚6000万块啊，去年总共罚5100万块。除了主管机关用重罚要制裁，银行内部落实监控，民众的警觉心这嘛真要紧。好，存折也没管很安全的，好，然后进一步游说他各种的那个行为，好，包括空白授权书哈，我觉得这个理专可能是超过他的法律界限，这个理专你就要有戒心。就算是亲兄弟，小埋算好清，何况讲唔是亲兄弟的理专，更较好，嘛唔通将本身的机会拢交出去，因为天顶落来现金，难免会考验人性。